我做咗30幾年嘅旅遊，從來冇見過人做呢一條線路，其他旅行社一定爭住抄啊！大家好，我係周老闆。最近呢，我就親自設計咗一條好特別嘅雲南線。呢一條全港首創嘅線路呢，特別在於咩呢？我哋係麗江入西雙版納走嘅，完全唔走回頭路，由北到南一路穿越，從玉龍雪山直達呢個熱帶雨林，雪山同熱帶風情夢幻聯動，哇，非常有特色啊！精華景點一個都唔會少，麗江必去嘅玉龍雪山啦，我哋仲要重本包埋張藝謀執導嘅印象麗江，以呢個玉龍雪山做天然舞台，原生態實景演出，現場觀感相當震撼。跟住我哋就會去女兒國之稱嘅瀘沽湖，乘坐摩梭族人特色嘅豬槽船，去到大理呢，我哋就會打卡呢一個洱海嘅聖托里尼，仲有大理古城等等。然之後呢，我哋就會往南，我哋乘坐高鐵嘅，呢個一啲都唔辛苦。去到邊度啊？有攝影天地嘅地方，攞埋聯合國世界自然遺產嘅元陽梯田。嗱，由於我哋喺景區入邊住，睇埋日落，睇埋日出，兩樣都睇晒。跟住呢，我哋途經墨江、普洱，大家普洱茶飲得多喎。普洱呢個城市，你去過未呢？跟你未假期一於去睇下。最後我哋個終點呢，就去到呢個西雙版納，成座城市風貌同飲食都好有東南亞風味嘅。高莊星光夜市啦、萬達大佛寺啦、野象谷等等熱帶景點，食泰味、睇燈火，通通安排到位。全程呢，我哋包足15個餐，唔使煩惱。最後2晚升級住呢個西雙版納5星國際品牌嘅溫德姆至尊酒店，其餘嘅酒店我哋都會係有啲國際品牌5星級啊嗰啲，舒舒服服嘆足行程。團費幾多錢？一啲都唔貴，799起，仲有長者優惠減200蚊咁多啊！呢一條玩晒雲南南北精華唔使兜路嘅獨特線路，全港真係好少有。想深度遊雲南，體驗雪山加熱帶風情嘅朋友，不妨可以了解一下。想知道更多行程，快啲打我哋熱線電話26501628，或者去我哋各大分行查詢啦。多謝晒。